娜塔莉波曼離婚後爆新戀情，法國型男霸氣湧入懷。43歲奧斯卡影后娜塔莉波曼 Natalie Portman 在2024年2月宣布婚姻破裂，原因是法國編舞師老公班傑明米爾派德 Benjamin Miller 派偷吃戀妹。如今娜塔莉波曼傳出新戀情，和大1歲的法國音樂人 Jean-Louis Distable 藝名 Debra 密切約會中，兩人愛得正濃烈。他霸氣把她擁入懷中。他不僅是個知名的製作人，本身也是個音樂家，曾替海蒂配有 Katy Perry 的巡演擔任開場表演。之後他於2007年至2014年期間加入 EL 樂隊，並因混音該樂隊的歌曲《Cause des Grands》而出名。2015年，他發行了首張個人專輯《Hypnotize》。這一次奧斯卡拿下最佳國際電影的《我依然在此》I'm Still Here， 他也有參與片中的音樂製作。娜塔莉波曼演出電影《黑天鵝》Black Swan 拿下奧斯卡影后，也因該片結識法國導演、編舞師班傑明米爾派德。兩人於2012年結婚，育有1子1女。前年6月，班傑明米爾派德被爆出軌25歲正妹氣候運動家卡蜜拉 Kamala 雖一度傳出班傑明米爾派德後悔偷吃，夫妻倆曾嘗試住修補關係，但同年8月娜塔莉波曼出席活動時被發現手上已無婚戒。娜塔莉波曼快刀斬亂麻，很快就提出離婚，離開不忠的老公。